日本人接電話時點解要講冇事冇事呢？咁呢個簡單嘅開場白呢，其實有一段充滿歷史味嘅故事。故事要從明治13年，亦即係1896年開始講起。當時東京與橫濱之間首次開通電話線，嗰個年代呢，仲未有自動撥號，咁所有通話呢都要透過交換手嚟接線。為咗俾對方聽到自己撥電話嘅人會大聲呼喊愛可以或者愛，意思就係喂喂，唔錯。咁樣嘅呼喊聽起嚟雖然直接，但係其實非常粗魯。隨住電話逐漸普及，交換手呢亦都由男性變成女性，對話嘅禮貌性呢開始變得重要。咁想像一下，如果每日都有人對住你大聲喂喂，確實會覺得刺耳，有冇禮貌。就喺呢個時候呢，出現咗一位關鍵人物，打力信省通訊局嘅課長大井財太郎。據說呢，佢日日都要聽到啲人喺電話度買 OE，而 OE 嘅發音呢，又同佢名字中嘅大井OE 非常之相似。佢覺得咁樣不但淨係呼喚自己，仲顯得好唔體面。咁於是呢，佢提議呢，佢改用一個更柔和、更有禮貌嘅講法。嗰個新詞就係冇事冇事，源自日語嘅謙讓語冇事冇事嘛，意思係我嚟講嘢，重複2次冇事冇事，代表請聽我講，請確認聽到。除咗語氣禮貌之外呢，重複2次仲有實際嘅功能。咁當年電話線呢品質唔好，通話呢時常有雜音或者係中斷，講2次冇事冇事呢係為咗確保對方真係聽到聲音嘅。後嚟發音逐漸簡化，就變成咗今日我哋熟悉嘅冇事冇事。因此冇事冇事並唔只係習慣性嘅招呼語，而係結合咗禮貌與技術背景嘅產物。佢象徵住從「oi」嘅粗魯到冇事冇事嘅溫柔。日本人文化中對溝通禮節與細節嘅重視，所以下次當你聽到日本人講冇事冇事，唔好淨係當佢係喂喂嘅日文版，而要知道呢一句話裏邊其實藏住一段從明治時代傳承至今嘅故事。咁因此呢，冇事冇事呢並唔只係習慣性嘅招呼語，而係結合咗禮貌與技術背景嘅產物，去象徵住從愛嘅粗魯到冇事冇事嘅溫柔。日本人文化中對溝通禮節與細節嘅重視，直到今日呢，即使我哋已經進入咗智慧手機時代呢，日本人打電話或者接聽嘅時候呢，仲會自然咁講出呢冇事冇事呢句說話呢，早已經超越實際用途，成為一種文化象徵，一種體現禮貌與溫度嘅開場方式。